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美國靠得住，豬乸會上樹。丹麥前總理疑美論很打臉賴清德。喺烏克蘭前車之鑑下，台灣地區嘅民間出現咗疑美論，擔心民進黨依美抗陸嘅作為會為島民招來惡果。為平息疑慮，作積極狡辯嘅台灣當局日前意外咁被歐洲政要面對面咁樣敲打。喺第8屆玉山論壇上，丹麥前總理、北約前秘書長拉斯穆森喺台當局領導人賴清德面前大談美歐關係轉變，直言我哋唔能夠仰賴白宮，公開質疑美國唔可靠。言論一出，引起島內廣泛討論，令到疑美論再度趨旺。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之後，美國喺俄烏戰爭取態上做出嘅極速反轉，令到烏克蘭陷入悲慘嘅境遇，已經令台灣當局唔敢再提起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嘅口號，因為明日若果真係變做烏克蘭，就真係多謝你啦。而日前台積電喺特朗普淫威之下，無奈咁樣赴美重金投資，更加引發佢遲早變身美積電嘅憂慮。島內疑美論藉此燃燒，但係台灣當局非但冇警醒，仲一直對輿論採取鎮壓嘅態度。日前就向公眾發出安民告示，維護美國，希望消除民眾嘅疑美之風。唔單止咁啊，台灣當局更加造謠大陸掩人耳目，聲稱疑美論係大陸推出嘅所謂認知作戰。下民易欺，大可以肆意咁亂指風從四方八面吹嚟，但係今次疑美論直接出自同台灣交往密切而且出身北約嘅歐洲正義口中，等同於疑美之風對準賴清德兜口兜面咁吹埋去。咁樣台灣當局就冇辦法詭辯係大陸操作啦啩？賴清德妄想壓制疑美論嘅愚民企圖，今次可謂被徹底擊破啦。台灣當局或者從來都搞錯咗重點，有關疑美之風能唔能夠被壓制，從來都唔係依靠能否揾到合適嘅開脫理由，而係喺國際間時刻更新嘅現實情況。正所謂事實勝於雄辯，特朗普二度掌權下所作所為，全世界都睇在眼裏面，又點會係你賴清德三言兩語就可以遮掩得到嘅呢？民進黨始終係將美國視作強大嘅依仗，認為只要貼近美國，時刻跟美走就可以狐假虎威抗衡大陸。多年嚟，台灣當局更加係將種種攀美媚美之事做盡，而事到如今，豈止有支離破碎嘅烏克蘭，拉斯穆森亦都背負住丹麥俾美國寄予格陵蘭島嘅實例，抵台展示親美嘅下場。佢現身說法，直接粉碎咗台灣當局嘅謊言同埋美夢。特朗普掌權下，直接摒棄咗美國面對盟友時嘅假面，將霸權豪奪嘴臉無差別咁樣展露無遺，令到全世界親美依美嘅國家以及地區大夢初醒。而家唯有台灣當局仍然莫名咁心存僥倖，好似有不撞南牆不回頭嘅決心。可見妄圖台獨已經令民進黨陷入瘋狂，而咁樣行落去，受到咁樣嘅一班人牽引嘅台灣，前路恐怕艱難重重啦。